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斌。呢兩日咧一直帶客戶就冇發視頻啦。今日啱好咧帶客戶睇成樣印象，順便咧就發個視頻俾大家睇下。呢個樓盤咧大家應該都好熟悉㗎啦。之前咧係碧桂園合作嘅，依家咧就本地嘅發展商攞翻嚟自己搞。攞翻嚟之後咧，呢個發展商喺咁市場低迷嘅情況下咧，仲做咗裝修升級喎，而且價單咧仲平咗好多。咩情況呢？發展商咁好人咩？其實係被迫無奈嘅。之前呢1.8萬係一個高端盤嚟嘅，依家呢9000蚊。之前嘅裝修標準呢係碧桂園統一嘅裝修都算 OK。咁依家攞翻嚟之後呢，冇咗碧桂園嘅營銷呢，咁點算啊？只能夠做升級咯，做品質咯。園林呢做得非常靚下，質素又高啦，萬科嘅物業。周邊嘅配套咧係非常成熟嚇，對面咧係吾悅廣場，後面咧係華林城，門口有街市啦，仲有2條攤檔街，好熱鬧啊！居住嘅環境咧係非常舒服嘅，買嘢食嘢咧又好方便嚇。門口咧有個沿河嘅公園，仲有一個咧建好一大半嘅獅子山公園啦。交通方面咧都 OK，行過幾步咧就係大愛城。大愛城嘅門口咧可以搭西湖出行啦，愛心巴士啊，可以直達深圳口岸嘅巴士咧，全惠州都去得嘅，到高鐵站啊，到地鐵站咧都好方便嚇。依家買緊嘅咧就3個戶型啦，105平同埋112平、115平，經典戶型同埋橫廳、南北通都有嚇。裝修升級咗之後咧，品質高好多啊！全屋嘅品牌精裝啦，牌子都換翻都係大牌喎。依家買緊嘅露台咧都係直望園林泳池嘅，而家價單對比高峰嗰陣時咧係對半劈啦，劈咗1.5啦。依家嘅工地咧都開放啦，買邊套咧都可以直接睇邊套嘅，唔使驚買到嘅同睇嘅唔一樣嚇。我哋公司喺惠州呢邊咧，新樓、二手同埋裝修咧都有做嘅，想睇咩樓話我知啊。